歡迎收睇澳門理想家的頻道。今集介紹位於澳門大三巴的唐樓單位，周邊都係打卡位，免費手信任你食。全屋約820尺，2房1廳有露台，1992年的前座單位。廚房有明窗夠方正，煮嘢食夠方便。轉過來就到客房的部分，做咗一排櫃與工作台，仲有空間自由發揮。中間為廁所，門口旁仲整咗收納櫃。主人房。客廳位置都四四方方，而且非常光猛。前座大露台，開陽光猛，對面就係打卡勝地戀愛巷。有興趣請盡快聯繫小編，有時隨時約睇。